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是周末胡适也没什么消息，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特朗普与马斯克。我看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他发了个视频，他也谈了特朗普与马斯克反目为仇。关于这个特朗普和马斯克恩恩怨怨，对吧？分分合合，咱们已经做了一个节目做了2个节目。那么这个作为证券专家刘继鹏他是怎么看待的？他认为去年11月特朗普单选美国总统，马斯克对特朗普的单选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刘继鹏认为他说特朗普和马斯克2个人一个是著名的企业家，一个是政治家，2个人都做惯了一把手，所以2个一把手在一起说很难长期合作。这个一字并肩王只能是暂时的。所以说特朗普跟马斯克冲突是早晚的事。大家看视频。去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马斯克对特朗普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时也提到，由于2个人，一个是著名企业家，一个是政治家，2个人都是做惯了一把手，所以2个人很难长期合作。因此就一些人看来，特朗普跟马斯克的冲突是早晚的事儿。在5月30号出现了这样一幅场景，马斯克站在特朗普的旁边，特朗普坐在那儿讲，感谢马斯克及其政府效率部半年以来对他的支持。马斯克表情严肃并且右眼角是青的。当时问你这个眼角是怎么青的，马斯克说是被他5岁的儿子打的。我当时以为是被特朗普的儿子，甚至还在想到特朗普的哪个儿子把马斯克打成这样的。特朗普一共有3个儿子，大儿子唐纳德48岁，身高是1.85米，和马斯克差不多。二儿子是埃里克41岁，身高1.96米，小儿子呢叫巴伦19岁，身高呢2.06米。我就想说不定2个人在吵架，是特朗普的儿子打的。当然这只是当时的一种想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证明是特朗普的儿子打了马斯克一拳。可马斯克那个5岁的儿子 X 一拳能把人高马大的马斯克眼角打青，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2天2个人从当时亲密合作的战友，到今天变成了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对头，实在是让人感觉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马斯克甚至爆料说，特朗普也在爱泼斯坦的名单上。这个爱泼斯坦是美国的一大仇，大家还记得他建了个私人岛屿叫罗利岛，很多国际上的名人政客到这个岛上去做黄色享乐，像奥巴马夫妇、克林顿夫妇等等。没有特朗普，觉得还蛮奇怪的，因为特朗普花边新闻是最多的，然而却没有特朗普。马斯克也说，如果没有我的助力，特朗普是当不上总统。特朗普则说你放屁。这2人究竟为何反目成仇呢？这人就涉及到特朗普最近勉强通过的大漂亮法案。这个法案呢，英文就是 Big and Beautiful Bills， 这是一个关于税收的法案。在这个法案里，一是砍掉了对于清洁能源、教育、科技的补贴和预算，这就等于把马斯克一心要打造一个清洁能源的帝国，等于推向了火坑。特朗普这个法案中主要是为富人服务的，是对富人有利，而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不利的。不仅是2个人的政治理念开始出现了分歧，甚至在马斯克的巨大产业利益上也出现了分歧。所以马斯克才愤愤地说建立一个新党，并在他的推特上提出了这样的主张。看到的20多万人当中，有80%的人竟然支持马斯克。由此也可以看到，新旧产业之争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这里归根到底涉及到是企业家和政治家之间的政治利益格局问题。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是代表着美国的富人和大的企业家的，因此他这个大漂亮法案
也是对埃克森美孚、赫克这样的石油巨头公司是有利的，而对马斯克这样的新兴科技用新的清洁能源取而代之，污染能源开展科技革命的，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所以特朗普废除马斯克的清洁能源汽车的支持和政策的贴是这场争的斗实质。用特朗普的话说，无非就是我砍了他的能源贴政策。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清洁能源领先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场能源的推广的确是对传统工业巨头的一种冲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重科技能源、重科技创新、发展新能源和进行太空探索。包括这次的，就是说，大家知道，马斯克除了特斯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即龙船之争受到这个美丽法案的波及。马斯克的宇宙飞船要飞往火星并且在2050年前争取要送50万人到这个星球上，这是马斯克的一个梦想。当然，由于特朗普砍了这个科技的经费，马斯克也愤愤不平地说，我要终止龙船公司和美国的合作。实际上，这场纷争绝不仅仅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个人之争，而是标志着以马斯克为代表主张全球化的公司的产业一定要全球化，而特朗普呢，则是一味的片面强调梅格计划让美国更伟大，让美国回归到重工业偏重传统的工业领域里去。所以这样的一个之争是美国的新兴科技业、传统工业，是美国的政商矛盾剧烈爆发的大裂缝。因此，这场纷争绝不仅仅是特朗普跟马斯克两个人之争，而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分裂的开始。当然，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支持马斯克的，我也支持马斯克建个新党。马斯克参与特朗普的政府效率部，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政府庞大的开支，克服冗员和浪费，要让美国从36万亿的债务逐步的回来。而特朗普则是一切都夹杂着他个人的私利，他维护传统的旧势力，对马斯克的改革改到深处进行打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新宇宙的博弈。我期待着马斯克在未来在美国政界重新崛起。当然，马斯克不赞成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是对马斯克的打击。马斯克最大的汽车工厂是在中国上海，马斯克的起家也是在中国上海，所以马斯克和马斯克的妈妈都跟中国是有感情的。因此，在全球化和单边保守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也是支持马斯克。全球化主张，全球化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当然，特朗普和马斯克之争对中国当然是有利的，后边的大戏大家还得慢慢看。总之，这个世界充满了戏剧性。昨天的战友就是今天的对头，今天的朋友就是明天的敌人，这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无穷的憧憬。这个刘继鹏老师关于这个马斯克这个5月30号在那个白宫跟特朗普对吧召开一个记者会，然后就是道别嘛，欢送会，然后他那个眼睛上面不是乌青嘛，乌眼青，然后刘继鹏老师进行了分析说那个马斯克那眼睛到底是被谁打的？现在好像有媒体有传言是跟那个财政部长两人打的吧，还是商务部长两人打架挨了一拳？当然这都是传言反正是马斯克说是他跟他儿子玩被打的，这个刘继鹏老师肯定是不信的。我当时就没注意这个，就是说他那个眼睛乌青我觉得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倒是相信
美国媒体说的，因为你想啊，这马斯克别人想打他打不到的，他身边好几个保镖啊，就马斯克身边好几个保镖，所以普通人你想接近马斯克，你想揍他一拳，但是这可能性太低了，基本上没有。马斯克进入白宫或者进入那个政府大楼特定的地方，他的保镖进不去，只有马斯克一个人，那这时候就有可能，对吧？跟这个贝森特啊，或者什么是商务部长啊，还什么贸易谈判代表等等啊，那就有可能发生这个肢体冲突啊。另外一个啊，这个刘继鹏老师啊，他说马斯克和特朗普的冲突代表了啊这资本，对吧？和这个美国这个特朗普这个保守主义或者叫什么？让美国回归到重工业啊，这个偏重的传统的工业领域，也就是说，不是马斯克一个人跟特朗普在矛盾，而是马斯克是代表了一个主张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资本。当然，这个也能说得过去啊。但是我觉得你其他的人，比如说扎克伯格，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啊，其他的这个巨头啊，他没有人像马斯克这样个性鲜明。其他人反对特朗普，那是蔫儿坏，对吧？也就是这个鸭子划水啊，表面上看着悠哉悠哉，实际上腿他没悬。而这个马斯克呢，他公开反对，对吧？公开撕，这性质不一样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跟刘继鹏老师观点完全不一样。刘继鹏老师啊，他是看好马斯克从政，他希望马斯克在未来美国政界重新崛起。这个我觉得我跟他观点不一样了。我在上一期节目说了啊，马斯克这样的人呢，就最好不要让他掌握权力。他要从政，他如果好的话，那当然好。你谁能保证他不走邪路？尤其是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走邪路，那就更麻烦了。那是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我说得很清楚啊，特朗普这个人虽然他也走邪路啊，或者是啊跟那个美国过去不一样，但是他坏不到哪里去啊。也就是美国人能约束他，美国那个制度啊，好像对他还起作用。还能干涉他，也就是他不会偏离得太远。但是马斯克这种人就很难了，对吧？这个人智商那么高，那么精，对吧？他一旦是要这个挣脱这个制度的束缚，要脱离监管，谁又能限制得住他呢？按照这个美国过去的说法啊，咱们都是这么宣传的，对吧？说美国啊，总统你就选个猴子放哪儿都行，美国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机制。但是如果这个马斯克这种人上来，那就不一定了。马斯克从事这个商业啊、科技领域，我觉得很好，他能够为人类啊、为美国，对吧？甚至为人类带来一丝亮光。所以我倒是劝马斯克就是远离政治吧。波兰的外长这次逮住机会反击这个马斯克。马斯克上一次不是应该是3月份还是几月份的，说波兰的外长是个小人物，他俩互相喷口水啊。这次这个波兰的外长啊，叫希克尔斯基吧，趁机嘲笑这个马斯克，说他是大中马，对吧？政治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确实是这样啊。我为什么说对马斯克有担忧呢？你看马斯克百日维新，马斯克变法，他搞的就是群众运动啊，这个我是天然的要警惕的啊。他就是未审先判嘛，他就是发动群众啊，对吧？这个套路咱们应该熟啊。第二个，在俄乌战争这个事情上面，你看这个马斯克，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啊，他是为了迎合特朗普说了违心的话，但我想不一定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他选择了站普京，所以一旦这个人要干坏事，你说谁能限制他，对吧？他攻击乌克兰，攻击泽连斯基，为普京说好话。有人说特朗普跟马斯克又和好了啊，这些都不重要啊。也就是未来啊，这个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的口水啊，那一定是少不了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时而两个人秀恩爱，时而两个人反目成仇，互相伤害。这个恐怕是个常态。马斯克自己说了啊，特朗普还有3年半，他的影响力只有3年半，我呢，对吧？还可以再影响40年，也就是他死之前，他都有影响力，对吧？他首富啊。特朗普就3年半，两个人的裂痕全世界都看到了。我记得在2月份还是3月份，那个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马斯克，他们都说啊，说外界都传言我们俩人有矛盾，外界都传言我们俩人要翻脸，对吧？他们俩还在秀恩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